關於懺悔和寬恕的精神指導。2012年9月21日。這是早期關於悔改和寬恕的內在指導，基於真父的話語。本合集收錄了1972年至1986年間的精選教誨。什麼是悔改？最好的悔改方式，就是被天父責罵。我讓你受委屈，你淚流滿面，想在禱告中呼喊，祈求上帝的寬恕。這不是最好的嗎？很抱歉，我必須這樣跟你說話，但歷史的真相必須被揭露。你的缺點，你的過失，你的不負責任，都得到了寬恕，這是多麼幸福的事。你都在做什麼？你做的跟我一模一樣嗎？你被人踢打過，迫害過嗎？你做僕人的工作，卻變得如此剛硬嗎？你一直在服侍人嗎？回顧一下你自己的人生和成就，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？那些曾經挨餓的人都知道，你們教會的所有成員都在挨餓。當沒有地方躺下睡覺，每個人都在受苦的時候，你可能仍然想在寬敞的房間裏舒服地躺下。如果那一刻你不在乎其他成員，你這個偽君子就有禍了。如果你犯了這樣的罪，你就必須悔改，從心底悔改吧，否則你就無法從彌賽亞繼承遺產，你也無法從真父母那裏繼承神的國。這種高貴的犧牲傳統是美好的，遵循這樣的傳統，我們就能吞噬這個邪惡的世界。世界大會，1980年2月25日。你們大多數人多年來一直是統一教會生活的一部分，也領受了祝福，但你們的生活卻遠非統一教真正的方向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我們必須流淚，跪在地上懺悔。懺悔必須是我們首要的任務。真父母與我，1986年6月15日。沒有人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但美國人民必須回歸上帝，就像耶穌時代一樣。施洗約翰站在曠野高呼，悔改，回歸上帝，否則美國將毫無希望。如今，有人正站在曠野，就像以色列人時代一樣，高聲呼喊，悔改。這個人就是文鮮明牧師。我首先要告訴你們統一教信徒，悔改，你們必須悔改。宗教人士的未來，1986年9月1日。請明白，我們必須不斷懺悔，努力認識自己的錯誤。這是我們擺脫中間立場的方式，也是我們生存的方式。我們必須向所有人，直到最後一個人，展示上帝和靈界的存在，才能使他們歸依。僅僅理解是不夠的，你試圖向你的成員解釋的東西，你必須向他們展示出來。父親給日本領袖們的指示如此崇高，日本人從未聽過如此之高。但日本成員即使覺得這些指示難以理解，也總是試圖悔改。他們抱怨，但並非向上帝抱怨。他們抱怨自己能力不足，良心不足。他們自我反省，想知道為什麼自己不那麼像阿貝爾主義者。他們折磨自己，試圖為自己的墮落悔改。他們真誠地向上帝祈禱，我太軟弱了，我應該做更多，所以上帝啊，請幫助我。他們在採取行動之前都會這樣做，這不是一個概念，而是一個切實有效的技巧。儘管你如此努力工作，如此虔誠地祈禱，儘管你深知上帝必須透過你成就一切，你或許仍會疑惑，為什麼你的教會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？你或許會想，為什麼上帝不幫助我？為什麼靈界不幫助我？現在你知道了其中的秘密。學習傳統歐洲人在美洲，1983年6月13日。為了降服撒旦，光是祈求天父，請原諒我是無法得到寬恕的。為了回到上帝身邊，你必須流淚，你必須承受哭腫臉的痛苦，你必須為自己的罪孽流淚懺悔。這對你們每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。我們必須走這條路，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，也是為了我們的國家，為了世界。
你過去和現在都犯了罪，你或許會為此哭泣，但你悔改的程度還不夠深。悔改之後，你應該流下最深切感恩的淚水，因為你即將回到上帝身邊，獲得救贖。沒有這樣的淚水，你就無法進入神的國。真父母與自我，1972年5月7日。懺悔，然後忘記過去，別讓它拖累你，祈求上天幫助你擺脫它，然後尋找困難，並解決它，這將是你最好、最快的訓練。我自己，1980年1月13日。在公義的法律體系中，總有寬恕的餘地，但要獲得寬恕，一個人必須表現出真誠的悔改。悔改是關鍵字，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說，天國近了，你們要當悔改。我們該悔改什麼呢？很簡單，我們必須為所有違反為他人犧牲和服務這項準則的行為悔改。這是耶穌的第一個教導。基督教的本質在於尋求對貪婪和自私之罪的懺悔。罪可以被定義為違反服務他人的普世法則。即使是從大型連鎖百貨公司偷一件衣服也是錯的。這件衣服的價值來自於製作它的人，如果它被盜，它的公共價值就被竊賊所抵消。這就是罪。另一個人可能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撒謊，但他的良心並沒有受到譴責。說謊的動機總是隱瞞一些事情以利用他人，否則說謊就沒有理由了。讓我們認識自己。1979年9月30日。我絕望到了極點，我一直等着你們鞭策自己，繼續前進。你們變了嗎？沒有，所以你們就此罷休，放棄吧。我們必須一路往上攀登，因為我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。你們對我了解太少了，這麼多抱怨，這麼多不敬虔的批評。如果這次失敗了，你們這一代就會被歸類在任務失敗的行列。幸運的是，時間尚存。首先，我們必須悔改，唯有悔改才能帶給我們希望。我們必須建立絕對的信念。我們現在就可以做出最後的承諾。我們是前線戰士，為那些在1945年沒有接受天父的人的失敗負責。40年後，我們給予美國第二次機會。你們要心甘情願地、熱切地去背負十字架。你們不該說，甚至不該想，求你們讓我擺脫這杯苦杯。你們應該背負十字架，不要有任何疑問。領袖會議，1986年6月6日。你會同時接納善惡嗎？當你擁有真愛的火花時，它會融化並淨化一切邪惡。耶穌告訴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。他寬恕了將他釘在十字架上的羅馬士兵，但你會這樣做嗎？如果你被某人如此邪惡地對待，你能原諒他嗎？這就是秘訣。當邪惡被寬恕和接納時，他最終會被融化和淨化。當你擁抱你的敵人時，上帝之愛的火花會融化邪惡。即使是撒旦，在上帝真愛面前也不得不臣服。當你給予上帝真愛時，即使是最卑微的女人也應該感受到，我的愛甚至可以融化最偉大的男人。你應該擁有這樣的自信，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。我想擁抱整個世界，擁抱各種各樣的人，即使是最討厭的人。愛的教科書，1984年2月5日。你們當中有多少人真正走過神心中的路？又有多少人為神流淚？有人或許虧待你，但請原諒他們，帶着盼望回來。下次你去見他時，你可以滿懷盼望，他會是一個全新的人，會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你。你總是被欺騙，但無論如何，請永遠與他們為友。即使你總是被欺騙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人們會變得不同。要知道，上帝的力量就在那裏，上帝不會拋棄你。如果你已經如此寬恕、慷慨和祈禱，但對方仍然不悔改，那就不要擔心他。靈界會降臨懲罰他。當上帝看到你如此真實地代表他，並被你的內心所感動時，
他就會感到憤怒，想要報復，並大聲喊道：我不能袖手旁觀，我必須降臨來幫助。當你無所事事地等待上帝的祝福時，你無法找到與上帝的那種同在。你必須走在最前線才能與上帝相遇。統一教傳統，1977年12月11日。要回到犯罪或犯錯之前的狀態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償還或補償我們所犯下的過錯。我們無法抹去過去，但我們可以修復它或償還債務，而且越早越好。例如，要讓美國寬恕盎格魯撒克遜人對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，包括美洲印第安人所犯下的罪行，就必須得到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寬恕。罪犯不能宣稱我必須得到寬恕，事情並非如此，受害者必須站出來承認我原諒你。我們現在能理解我為何從東方來到美國，如此辛勤工作。我必須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在上帝面前懇求，鑒於我在這裏所做的一切，請你原諒這個國家。美國不能簡單地說：哦，上帝，請你原諒我們。美國不能簡單地說：哦，上帝，請你原諒我們。美國必須建立有效的賠償機制，而我一直在拼命尋找讓這個國家值得被寬恕的途徑。宗教人士的未來，1986年9月1日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然而，他以寬恕和愛自己的敵人，戲劇性地展現了他對人類的愛。這行為使他成為愛的得勝者，愛能戰勝一切，任何事物都無法取代或推翻它。一旦你佔據了愛的頂峰，就沒有人能將你推翻。能領受上帝之愛的人，1977年10月1日。當人們為某事爭論時，你必須用愛的力量去擁抱他們。你必須面對你的對手並原諒他們，這樣你自己的悔改才能得以實現，你才能帶領這些人歸向上帝。讓我們一起邁向同一位天父。1977年11月13日。耐心可以成為休息和重新開始的動力。當你有耐心時，你就能原諒你的敵人。透過原諒你的敵人，你就能佔據他。撒旦或你的敵人會在你和他之間畫一條線。如果你一直站在另一邊，那裏總會有空隙。但如果你走到他身邊，擁抱他，那麼他要麼退縮，要麼會被你擁抱。透過原諒他並擁抱他，你就能佔據他。幸福或不幸的機會，1975年3月2日。如果你的朋友，甚至是你的配偶犯了任何錯誤，你必須想要原諒他，並對自己說，讓他或他犯錯是我的責任。如果你承擔了責任，那麼他們的每一個罪過，每一個錯誤都不算什麼。另一方面，那些犯了罪或犯了錯誤的人必須坦誠地承認自己的罪過和錯誤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明白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你必須批判和分析自己。你是這樣的嗎？明白，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這也是成為神一樣男人的訣竅。人際關係，1975年3月9日。你可以自稱是個好人，但一旦犯了錯，就必須向你得罪的人或與他有關的人請求原諒，否則，你不會得到原諒。該隱與亞伯的責任，1976年11月1日。單身人士，你們必須保持純潔，將心靈先獻給上帝。你們這些犯過世俗罪孽的人，例如放縱情慾，需要悔改，並解決生活中的糾葛。只有悔改並永遠摒棄那些想法，你們才會得到寬恕。只有作為一個純潔的人，你們才能進入上帝的國度。沒有純潔，你們就無法領受上帝純潔的愛。靈界與物質世界，1977年2月6日。你必須相信，逼迫是經歷許多事情的美好方式。我們每個人都滿身罪孽，但當你遭受他人不公正的逼迫，並且能夠堅持下去而不是反抗時，你就找到了讓上帝寬恕你罪孽的最快方法。在最殘酷的逼迫中，不僅你自己的罪得到了寬恕，
而且逼迫你的人的罪也可能以某種方式得到寬恕，你還能因此得到更多的祝福。這項原則適用於所有地方，並在各地帶來各種各樣的結果。如何作見證？致國家領導人，1977年4月1日。你不能只是忽略錯誤而不向他人道歉。該隱與阿伯的責任，1976年11月1日。如果你只是把憤怒埋藏在心裏，不道歉，也不開口化解，那麼他就會滋生怨恨，永遠縈繞在你的心頭。在人際關係的各個方面，你都不能試圖掩飾一切，也不要讓怨恨在心中滋長。你必須把它拿出來，好好分析一下。最終雙方必須有一個人向另一個人道歉或做出一些補償。該隱與阿伯的責任，1976年11月1日。如果有人曾為他人流淚禱告，那麼他或許可以隨口說出某人應得的報應，但如果他從未流淚，就絕不能譴責哪怕是惡人，否則他將直接墜入靈界的最低層。不要譴責任何人。人類墮落的歷史正是因為這種態度而延長的。當我們對惡人懷有善意和愛心時，上帝必定會帶來正面的回報。你們正在將上帝的祝福分給每個人。如果一個惡人哪怕只是做了一點點善事，你們也應該給他更多的祝福。懺悔時代，1978年9月1日。我的態度是寬恕和遺忘。我們該何去何從？1978年9月17日。那些無法被饒恕的人，在獲得饒恕後，所感受到的感激之情，遠勝於那些可以被饒恕的人。我內心深處，希望在一切恢復之後，即使是撒旦，也能被饒恕。神意之路第170頁。耶穌為他的敵人禱告，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路加福音23:34分，即使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一刻，耶穌仍然真誠地寬恕。他臨終的舉動，源自於他對敵人的愛。他是奉獻的最高典範，愛的典範。耶穌基督的榜樣是全人類的絕對典範。上帝對人類的盼望，1973年10月20日。